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有这个民众开车经过国道3号路南台中线6个路段，拄好拄到副总统赖清德的车队。这个国道警察做交通管制，有2台国道警车的其中一台，突然间为交流道口翻过3个车道，驶到上内底车道，由红旗仔甲因砸车。嘛因为砸车的时阵，这个车甲车的距离又无开，是互后壁驾驶大家着车惊，紧急打档啊！阁有人赶紧赶过另外一个车道，才来闪过。差一疏疏啦，大家就一台弄一台，弄做一伙咯。国道3号路南台中线6个路段。交流道的路口有2台国道的警察车，其中一台驶正紧，驶去高速公路一个手切过3个车道，驶入内车道了后呢，副驾驶做关键，手伸出来，一支红旗啊，要求后壁的车驶较慢哩。这个黑色的车赶紧打档啊，其他的车行一条，险险啊，就弄掉。安尼查足危险的呢，我无超速啊，我有注意看啊。驾驶会行一条，是因为伊看到警察车热红旗仔时已经真晚，加在赶紧切对别个车道过，才无去弄到头前的车。反应不及就撞上去。距离短，安尼伊有的咧驶紧吼，直直看头前，无咧看边啊。国道警方会安尼查车，是因为当时副总统赖清德的车队路南要经过这个路段，是讲关键这款查车方式，民众感觉真危险。管制距离过短，未让民众有足够缓冲减速距离，造成民众惊慌反应不及情形。本大队将持续训练所属同仁勤务执行技巧。国道警方表示讲，巡逻车伫高速公路若要查车的话，上无到后壁的车要用50公尺到100公尺，慢慢切入车道，并且一定会开警铃，甲拍开这款 LED 的警示灯。咱乡亲驶车的时，若有看到一定要驶较慢的，嘛唔通油门站咧就冲过。